尋日，本港屯門及葵涌先後發生爆水管事故，影響食水及沖廁水供應。經搶修後，今早陸續恢復。屯門湖景路尋日上午一個港鐵地盤內嘅水管因工程受損而破裂，導致路面水浸。往兆禧苑行人道一度封閉，水務署關閉搶修後，晚上兆禧苑及商場食水暫停近1個鐘。水務署派水車應急供水，之後稱考慮到當時係用水高峰，晚上11點短暫恢復供水。今早6點半全面恢復。至於葵涌葵盛圍，尋日清晨6點有一條直徑200毫米食水管爆裂，大量泥沙湧出，導致路陷，一架貨車被困，食水供應一度影響葵盛西村6至10座商場及粵海灣。食水喺尋日傍晚陸續恢復。搶修期間，署方發現旁邊嘅鹹水管滲漏，影響沖廁水，涉及葵盛西村7至10座商場、學校等。沖廁水已經喺今日凌晨3點恢復。據報道，水務署統計顯示，過去1星期每日均有爆水管，以鹹水管為主。工程師表示屬偶然情況，唔反映整體上升趨勢。